生活会遇到一些状况，需要给对象建议，所以在回答时，我们要先称呼对方，然后针对互动原因，也就是重复一下题目的状况，加上我们的做法或建议。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题。落雨天，你嘅同學阿昌行路本茶葉雪到飛，3歐做咧當壓。你會講到乜嘅話來安慰佢？套用回答模式後，對象是阿昌，互動原因是3酷歐做，唔怕啦。我們的做法是安慰阿松並給建議。你冇戳上潮好咧，你夾真橋屋下，留我做嘅3酷玩下來卡重要哦。因此可以這樣回答：阿昌，3酷我做唔怕啦。你冇戳上潮好咧，你夾真橋屋下，留我做嘅3酷玩下來卡重要哦。我們再練習一題，你同學嘅面有念到盤碟，你會用板老機講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咪，你嘅面有念到盤碟，夾老機念下來，唔好帶盤包哦。我們再多練習一種給阿咪的做法與建議。阿咪，你嘅面有盤碟，我嗌老你念題目，將唔會本人笑哦。